进前伫咧面册有不少的业者来骗讲，因甲西利农会合作来卖菜脯，骗人来买。西利农会特别来澄清，讲农会本身并无做菜脯相关的产品，嘛呼吁乡亲，若是搁伫咧网络看到相关的消息，会当打电话到农会来确定。白玉萝卜吗？ 最近，西利农会接到真侪民众要买菜脯的电话，互工作人员拢雾煞煞，因为农会根本就无咧卖菜脯。原来是因为面册有不良的业者利用和西利镇农会做伙卖菜脯的名义进行诈骗。西利镇农会嘛专工伫网络顶徘徊。 就是有人用我们的名，就是西罗镇农会的名字，然后去贩售，那这件事情是没有的。西利镇农会目前无咧卖生产菜脯相关的产品，若是乡亲有伫网络顶看到消息，会使打电话到农会来确定。 常感谢那位消费者以及很多个消费者都有陆续来电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之后要怎么处理，以及避免更多的消费者会受到欺骗还是什么。农会虽然无卖菜脯，不过有各种真好的农产品。农会嘛讲，乡亲会使来买西利在地好品质的米、豆油和其他的产品。叫在地产品，所以咱米甲豆油较大宗啦。 其他就是讲油米咧、烟花枝其他的一寡的附加产品。疫情期间有真侪诈骗案件和新的手法，民众若是有看到或者是接到敢若是诈骗的消息，除了会使和有关单位来确定，嘛会使敲防诈骗电话165来避免钱互骗去。